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哋嘅頻道，我係木箱。今日咧就大家嚟睇睇呢個係由我哋設計，然後啱落地冇耐嘅一個會所展廳。咁我哋入去睇睇啊！咁一入到嚟咧，你嘅第一反應肯定係同我一樣嘅，就係話：哇，好乾淨，好企理。但係你信唔信咧？其實喺呢個睇落好似乜都冇嘅空間底下，係藏住咗設計師好多嘅小心機嘅。你睇，就係呢兩道推拉門，輕輕一推，裡面收埋咗一個完整嘅功能區。呢塊細細嘅操作台面咧，平時唔用就可以收埋，成幅牆就係一個整體。但當你要沖杯咖啡或者泡壺茶，佢即刻可以變身成為一個多功能嘅茶水區。咁好多朋友做櫃咧就好中意由頂做到落地，咁樣咧就成個空間咧就係做到滿晒。咁樣咧雖然係話咧就係好裝得，可以裝到好多嘢，但係咧個空間咧就會覺得係有啲局促嘅，而且咧就少咗個透氣感而且個高級感咧亦都好難出到嚟。咁你可以睇翻啦，就算我平日懶得執，將所有嘢往門入邊一推，啪一聲，世界又清靜晒啦！呢個簡直就係懶人朋友嘅福音啊！再嚟睇呢個空間啦，咁我哋可以睇到啦，佢成個空間咧係用咗大量嘅黑色同埋深色嘅材質去打造嘅。咁成個空間俾人感覺咧可能會稍微酷少少，同埋睇落去硬淨少少。咁如果係成日喺呢一個空間入邊咧比較硬淨嗰種感覺咧，就會俾人覺得可能會有少少壓抑啦，就得唔到放鬆嘅。咁所以咧佢就特登就係引入咗咧呢一片嘅綠色，進行咗個油焦嘅過渡。咁呢個咧係一個柔膚金屬漆嚟嘅，所以睇落去咧比較柔和。可以睇到啦，佢入邊咧呢度咧係做咗一個暖色嘅啞光襯板嘅，咁一個綠色嘅深色襯埋呢個暖光嘅調光啦，咁成個空間、成個背景嘅感覺俾人咧就係好高級、好雅致，同埋咧係好清爽嘅。咁中到呢度咧就更加之得意啦，係一個會喐嘅島台，可以向兩邊延伸推拉，滿足洽談聚餐嘅功能。設計師話咧，呢度咧係根據主人嘅身形啦，同埋佢嘅使用習慣嚟進行量身訂造嘅。成個台面咧都係用咗全不鏽鋼嘅，而且係金屬砂面工藝。只有企喺度用咁近嘅距離去睇，先感受到嗰種好貴、好乾淨嘅氣質。咁呢種材質咧特別耐油污，輕輕一擦就會好乾淨，係非常之有生活智慧嘅。而且你發現咗未咧？呢度呢個插座咧係全部都係收埋喺呢度嘅。咁你可以一邊煮飯，一邊睇戲，一邊同手機充電。咁我哋再嚟睇下上面呢啲玻璃櫃門啦。放嘅咧都係平時會用到嘅杯啦同器皿，洗完順手就拎到，動線非常之流暢。旁邊就係一個冰箱同儲物櫃啦。咁我覺得呢個空間最妙嘅地方咧，就係佢利用咗顏色嚟劃分出唔同嘅情緒。而嗰邊嗰個日式角落咧，又係另外一種感覺。設計師咧用呢種手法，將人嘅視線無限拉長，令空間顯得更大、更舒服。你甚至唔會注意到冷氣出風口就巧妙咁收咗喺嗰啲線條同鏡面之間嘅。咁佢咧唔會影響到整體啦，而且係令你每時每刻都享受到佢帶嚟嘅舒適感嘅。咁呢啲咧就係一個好嘅設計嘅體驗。喺呢個客廳，佢係一個新顏色嘅空間。咁嚟到呢個米白色，好似圈子咁柔和嘅空間，成個人嘅心情咧就係即刻就放鬆晒啦。設計師話呢個係一個令人坦誠相對嘅地方，冇太多嘅裝飾，窗外就係自然景色。設計師刻意咁將景觀引入室內，坐喺度飲茶傾偈，你會不知不覺咁放低防備，回歸本真。你睇天花，光線特登聚焦喺梳化區，咁呢啲光線咧唔係亂咁裝嘅，坐喺光入邊傾偈，人會不知不覺將講嘢講得更加之真誠。旁邊暗少少嘅地方咧，留俾投影，留俾思考。一動一靜兩種功能自然分開。呢度可以飲下茶，睇下外邊，傾方案，睇圖則，讀報價，甚至開個小會，唔使去到正經嘅會議室，又唔使怕太隨意。旁邊廚房煮好餸拎過嚟，仲可以當聚餐台。呢個升降架係為咗方便攞高處嘅嘢，平時升上去空間就顯得好高。
需要嘅時候咧降翻落嚟，你伸手就掂到，好簡單嘅設計，但好貼心。洗手盆側跟咧特登留咗個位，洗完嘅碗碟咧順手就可以放上去晾乾。咁我哋可以睇到啦，呢個廚房咧佢係用咗個淺色調嘅。咁點解會咁做咧？咁係因為咧，其實廚房咧係一個比較容易油膩嘅地方啦。咁如果係深色嘅話咧，係容易令啲油漬啊係更加之顯眼嘅。咁如果係用咗淺色嘅話咧，一個方便打理啦，睇落去咧亦都會輕盈乾淨好多。呢度咧佢仲係設置咗一個隱藏式嘅中島台嘅。咁呢個島台嘅作用咧，其實係非常之實用嘅。例如你喺嗰邊炒完餸啦，咁就可以將啲餸啊放喺呢邊作為一個起菜嘅準備，作為一個備餐嘅用途。咁呢度廚房咧，佢係冇做到一個隱藏式嘅雪櫃嘅，咁就一個路放出嚟㗎啦。咁其實廚房嘅話咧，因為你有時候去做嘢嘅時候咧，可能咁樣係會更加之直接就手嘅。咁而且咧，我哋係另外做咗一個櫃咧，係將所有嘅複雜垃圾嘅嘢咧都收埋身，包括啲煲罌罉啊咁樣啲調料啊，全部可以收埋去，咁就睇落成個廚房咧就會好乾淨企理咯。呢種手法依家好多自助式酒店咧都用緊，但攞喺屋企，攞喺展廳，佢令人可以回歸本真，喺度交談冇壓力，唔使扮嘢，你只需要坐低望外邊，傾要傾嘅，想要想嘅。情緒啱咗，合作自然就順暢啦。咁我哋一齊上樓睇睇啊！咁我哋咧再嚟睇下呢個私密嘅空間。呢度係一個以男主人為主嘅衣帽間，藍配白，非常之乾淨利落。大家咧一定都有咁嘅煩惱嘅。喺冬天嘅話咧，咁你着咗嘅外套，咁着咗一兩次，究竟洗定唔洗好咧？咁呢度咧，我哋就幫你設置咗一個咧，就係一個紅外線嘅消毒櫃。咁只需要將個外套掛翻入去，呢度咧就會進行一個紅外線嘅消毒，就唔需要話每次咧着完外套都去洗嘅。咁你留意到未？喺呢個空間入邊，點解我哋唔做全實木嘅衣櫃咧？咁係穿插咗兩道嘅玻璃門。咁呢個咧就係設計師所講嘅透氣。咁如果係喺呢個細空間入邊咧做晒全實木嘅話咧，咁你成個感覺咧就會相對之比較局促嘅。咁穿插咗玻璃門之後咧，視線咧可以直接通到入去，咁咧就會形成咗一個好通透嘅感覺。咁我哋再嚟睇下個衛生間啦。咁衛生間嘅話咧，平常屋企嘅話咧，好多時就係設置咗簡單嘅基本功能啦，就係一啲刷牙、洗面啊、沖涼啊咁樣嘅啫。但係呢度咧，設計師就非常之貼心咁樣為女主人設計咗呢個化妝台嘅。咁你可以咧就係坐喺度化妝啦，同埋咧佢亦都係設置咗呢個巴士移門嘅一個儲物櫃。咁入邊咧係可以放到你所有嘅化妝品、護膚品，係超多嘅囤貨去使用嘅。咁同埋咧，你諗下，每日放工翻到嚟可以放鬆咁樣坐喺呢度化妝，完成一個彩妝，咁咧係同我哋企喺度化妝呢個舒適度咧係完全冇辦法比嘅。你可以留意下對門啦，係做咗一門到頂啦。普通門會因為氣壓問題咧就砰砰聲，佢哋加咗呢個排氣對流，開關門咧就非常之安靜。咁呢啲細節咧先至係真正體現咗生活品質嘅地方。咁我哋嚟睇下呢個天花板啦。呢種用線條劃分嘅手法咧，設計師係致敬咗蒙德里安嘅抽象畫嘅。咁本身沉悶嘅天花板咧，瞬間就變到有藝術感啦。咁行完成個展廳咧，你會發現佢最大嘅魅力咧，唔係在於佢用咗幾貴嘅材料，而係所有嘅設計咧都指向一個目的，就係令人回歸放鬆同舒適。佢用隱藏嘅手法解決咗收納嘅雜亂。用精準嘅色彩控制住你嘅情緒，用極致嘅工藝提升咗日常嘅質感。佢就好似一個冷靜又體貼嘅朋友，唔會俾你任何嘅負擔。但就係你最需要嘅時候咧，佢會默默咁滿足你。呢個展廳咧就話俾我知，一個真正好嘅設計咧，可以將你嘅心情喺入門嗰一刻去進行一個切換，咁係完全咧可以由外界嘅煩囂切換到一個內心嘅平靜嘅。咁希望今日嘅探訪咧，可以帶俾大家一啲關於家嘅靈感。如果大家都中意呢種簡約而唔簡單嘅設計咧，可以繼續關注我哋。咁我係無雙，我哋下期再見。